最大型私人基建投資，卑詩省總值400億元液化天然氣項目展開。魁北克未來聯盟黨勝出省選，結束自由黨同夫人政黨輪流執政嘅局面。加拿大女科學家成為史上第3位女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各位觀眾，歡迎收睇10月2號嘅粵語新聞，我係易美生。卑詩省總值400億嘅大型液化天然氣項目，終於獲得5大投資者嘅一致批准，將立即開始動工興建。總理杜魯多指呢個係本國歷史上最大嘅私營領域嘅投資，並指呢個項目係開發能源嘅同時，仍然能夠保護環境嘅典範。但呢個項目對環境嘅影響仍然受到外界質疑。包括中石油在內嘅5家投資該項目嘅公司，曾經因為天然氣價格下滑，喺2016年延遲咗最終嘅投資決定。Similar to our great news on trade yesterday, today is a good day. 而家先休息一陣，翻嚟嘅香港新聞會報導，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港獨宣傳品唔能夠帶入正總東翼前地係理所當然。歡迎返嚟新聞時間。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國慶日示威者手持港獨標語衝入政府總部事件，佢話港獨宣傳品唔能夠帶入正總東翼前地係理所當然，又對於示威者同保安員發生衝突，令到3名保安員受傷感到遺憾。跟住返嚟仲有足球巨星斯朗拿度被指控強姦嘅消息。繼續新聞時間，國際足球巨星斯朗拿度被一名美國女子指控強姦，斯朗嘅代表律師否認指控，並且控告發表消息嘅德國明鏡週刊。而家請睇下10月2號嘅金融行情。北美股市個別發展，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報26,773點。之後請睇下加拿大各大城市嘅天氣概況。聖約翰斯聽日天晴，大致多雲，最高氣溫10度，最低5度。哈里法斯聽日有雨，最高氣溫18度，最低14度。法德列頓聽日同樣有雨，最高氣溫18度，最低10度。滿地可聽日天晴，大致多雲，最高氣溫16度，最低12度。渥太華聽日都係天晴，大致多雲，最高氣溫17度，最低13度。多倫多聽日大致天晴，最高氣溫19度，最低18度。中西部地區溫尼帕聽日有濕雪，最高氣溫6度，最低零下4度。利再拿聽日有雪，最高氣溫2度，最低零下10度。薩斯加通聽日天晴，大致多雲，最高氣溫4度，最低零下6度。愛民頓聽日大致天晴，最高氣溫6度，最低零下3度。卡加利聽日天晴，大致多雲，最高氣溫5度，最低零下4度。溫哥華聽日都係天晴，大致多雲，最高氣溫14度，最低7度。多謝收睇今日嘅粵語新聞，再會。